1973年，高雄的基丁有一个25淑女墓园，所有经过基丁的人，拢会看到25个坟墓伫遐。这是高雄发生传染，因为再伤侪人变过。百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伫高雄市边仔角的基丁中洲，侪查某囡仔为要改善厝内经济，拢去到对岸的加工出口区做女工。为着趁钱，搁较危险的船嘛着坐，尾啊造成这件高雄有史以来上重的船难。不幸往生的25人，拢是要去对岸食头路的女工。船啊，较早是拢停一只啦，较位遐晒出。阮爸爸妈妈有生爸吼，这经济较无好啦。妹妹吼，伊只国小毕业，就去天地加工区上班。遐上班的时间拢爱坐渡船，往前镇，坐无着就爱扣钱啊。我14岁就去加工区啊，阮这查某囡仔一定拢较少读册就对了。有趁钱转后，互妈妈，俺就感觉足欢喜的，薪水来领，咱就感觉足欢喜的安尼啊。建户迄阵的眼界只有从拼经济，加工出口区需要工人，工人爱俗的工人，所以散车的所在、散车的家庭内底的女性，变做一个主要会去做这项危险的工作的人。伊用救起来的，就紧船啊沉去啊。阮爸爸妈妈看到。做囝一手咱一个安尼摔安尼孝，大家拢孝就对啦。咱的传统就是讲，你若还未结婚，少年你就过往，无翁啊无一个夫家的，就是做伙家带。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对女性足无尊重，嘛是无看到因的贡献。阁有足侪地方的传说，讲有个遐乌托邦伫遐。有一个查某囡仔坐伊的乌托邦后壁，这种传说拢是对单身的女性、少年的女性，伊的人生的不幸，拢是无尊重。单独市场是非常关键的，伊决定讲好，咱来讨论甲家属一直开会，一直开会，拢一遍一遍一遍一直说服。这个过程无讲真简单的，人袂带咱的囝孙囡仔。去看迄梦啊，袂甲伊讲，伫1973年发生这个代志，所以讲我想邀请艺术家对这个梦园重新来改造。因为咱若想讲，这个所在是要来互大家了解这个故事，应该爱互大家愿意来才会看到讲哦，这是台湾的故事、高雄的故事、基丁的故事。所以选择莲花、观世音菩萨、卡达莲花，因为花甲女性大家想做伙。2008年4月28日，国际工伤日，甲25淑女梦改做劳动女性纪念公园。事件的历史延续记载得真清楚，而且当年伫遮举办春节。当年会邀请家属去劳动女性纪念公园，甲真侪劳工团体去甲因表示毋甘，甲家属慰问。透过历史的重现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教训？我们以后不要再发生。过港隧道通车了，政府来做，女孩的教育受到重视，家属不会觉得自卑。女性劳动者纪念公园，伊要表示就是爱感谢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内底，足侪少年女性的劳动者创造今台湾的经济的基石，爱感谢伊。